千萬不要小瞧這個動作，每天3分鐘，1週後你會感覺到全身舒服，身體很輕鬆。每天堅持練太極。當別人七老八十、腿腳不便、腰酸背痛的時候，你卻生龍活虎，吃得香，睡得好。現在你做的每一個決定，都在為你的將來做打算。不管你現在學不學，都要把這套由我精心整理出的武當零基礎的太極養生功法領到手機上。現在下載小唐樂學 APP， 立即體驗，有事沒事啊，跟着練，誰學誰受益。不管你忙不忙，都要先領取課程，輕輕一點，價值上萬的武當太極課程就能領到手機上。我的這套武當太極課程融合了8段咁的生津拔骨、道家呼吸吐納導引術以及太極莊功的精髓，專門針對中老年人，每天跟練半個小時，增強體質，改善精神。一部手機就能在家練習，不挑時間，不挑地點，點擊下方鏈接就可報名學習。